还有140年前，对巴厘岛伊斯坦布的东方快茶，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。2013年，L6鐵快茶會帶動大家的視野同世界連接，按天地鏡頭向下來探索當年的繁華，感受異國風情、鄉野的風采。準備好嗎？7月27日是大禮拜六暗晡7點半，歡迎來坐 L6鐵快茶，向下來掀開歐洲各國的神秘面紗。